南市政府甲民间来合作推出英语智慧社区共创平台增加的活动，以台南古迹为主题来制作学英语的影片。得奖者，这个奖金奖品的总价值超过30万。台南市政府和民间业者做伙合作，推出英语智慧社区共创平台的定价计划，制作以台南古迹为主的英语学习创作影片。那我们这个平台其实是让老师呢可以在上面出任务，然后让学生呢可以根据老师的任务可以做一些作业。英语智慧社区共创平台定价会结合台南市所有的老师，会当实际应用伫教学上。我们可能会跟一些老师来说明说这个系统怎么使用，然后那当老师熟悉这个系统之后，就会可以出很多的作业给学生。即马嘛，正在进行英语学习创作作品的评选，时间会到10月15，麻烦各民众有趣味拢会当来投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